今仔日大代志，政治消息来关心。国民党按算伫今仔日的中常会，就定调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。侯友宜嘛已经对外表示，伊今仔日会去参加中常会。那自本国民党内支持郭台铭的这派，有打算要开记者会和参会，也过尾啊呢拢雄雄取消。那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昨昏是去宜兰昭兴殿去拜庙，民进党的赖清德伊是开直播，已经对外宣布要由潘明安来做伊的竞选总干事。国民党3名人出线参选总统，党中央有计17定调，也毋过挺过牌甲挺后牌声量互相无样，只是16中道原定挺过记者会临时取消，就连暗时联电应有副董事长宣明伫要办的挺过宴也改伫接办。到伫15暗，党主席朱立伦分别约见2个人了后，党内气氛出现淡薄变化。觉得这个在这样子一个敏感的时间呢，来做这样子大规模的中常委聚餐呢，似乎不太妥当。我们是挺郭台铭的，所以我们坚信明天他会被征召。如果要改口供的话，也要明天才能改。出席郭台铭参会，谢点林表示朱立伦无到场，也毋过表示郭台铭的心情看起来是一般一般，无伤济烦恼。传出内参民调，八成县市长甲多数立委拢是挺侯友宜。侯友宜虽然被淡定调，也毋过正17日以市长的身份出席中常会。我都尊重党的节奏以及党的规定，我们按照我们的所有的步骤，全力以赴。党主席朱立伦应该是顺应民意，应该是征召侯友宜嘛，这个是应该大家都有的共识嘛。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依然走基层，然后问到一旦郭台铭未当出线，郭敢是要有合作空间？在台湾也不是说什么谁跟谁合作，其实在所有议题上我们都可以合作。我非常相信呢，以潘孟安的本领，我们一定是可以好好打赢这场选战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15暗是开直播，宣布将屏东县长潘明安会担任竞选总干事。郭文哲有计20日伫新北淡水宣布参选总统理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